好，我係全人中醫嘅范醫師，我喺度想邀請你一齊建立香港人嘅社區互助空間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其實我哋平時都係透過社交媒體去維持人際關係，但係同一時間呢啲社交媒體正正喺度粉碎緊我哋嘅社交。我平時喺診所見到一啲唔開心嘅人，受情緒困擾嘅人，佢哋慢慢就會屈出病。但係佢哋都好少喺社交媒體出現，因為佢哋怕洗版啦，怕俾人批鬥啦，或者佢都好驚冇人理，慢慢收埋咗自己。我哋嘅社區欠缺咗溫度，呢個疏離感慢慢影響住每一個人，亦都影響住香港人嘅組織。近年好多人創業，或者好多志願機構都慢慢喺度消失緊。同一時間，其實香港人係好有 heart 嘅，都仲有好多人仍然係好關心佢哋嘅社區，去搞一啲活動啊、講座啊、市集啊，或者開創一啲小生意。但係呢啲生意亦都慢慢消失緊，因為我哋單純 Facebook Signal 呢啲渠道好難俾人揾到嘢，好難可以宣傳到。所以我哋香港人如果要維繫嘅話，係需要一個新嘅地方，或者另外一個地方去配合 Facebook 同 Signal。所以我同阿包咧就建立咗 VictoriaLink.UK 呢個網站，我哋可以上邊咧做一啲二手買賣啊，組織活動啦，睇翻我哋自己個區有咩活動，或者係一啲生活嘅問答啊、新聞等，街坊之間可以互相互動，即刻可以睇到嘅。但係呢個平台只不過空殼嚟㗎，我哋一定要有人參與，呢個平台先可以運作。其實唔使人多㗎，每個區只要10個人積極咁參與就得㗎啦。所以邀請你依家就去 VictoriaLink.UK 註冊啦，同埋咧最緊要將佢擺喺 Facebook Signal 隔離。平時就可能 post 下賣下啲二手嘢啊，或者 post 下新聞食譜，或者搞下活動，或者回應下你嗰區嘅人。呢個平台係啱開始㗎，所以未必有好多嘅內容，同 Facebook 係唔可以比較嘅。但係如果每一個社區有10個人去積極咁參加，我哋就可以建立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地方，實現一個香港人自由嘅空間。你想唔想香港人有一個自己嘅討論空間？其實你嘅參與係非常重要嘅，所以我好希望你可以即刻去 VictoriaLink.UK 註冊，為你嘅社區出一分力。多謝。